運會3人籃球項目有別於一般5人籃球喺室內場館，將安排喺一個戶外開放式空間上演㗎。就係我而家身處嘅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啦，係今屆澳門賽區唯一臨時搭建嘅比賽場地。草坪面積達30077平方米，用途相當廣泛㗎。除咗舉辦文旅活動之外，體育賽事亦都涵蓋當中。過去就喺呢度舉辦國際籃聯3人籃球大師賽，而今年11月全運會期間搖身一變，再次搭建成為3人籃球比賽場地，會產生男女子組2面金牌。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位於路氹區，同另一個最近嘅全運會比賽地點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只係相距約1公里。除咗利用巴士同埋的士前往之外，經路氹角口岸出入嘅觀眾較為方便，可以乘搭輕軌，選擇喺路氹東站或者東亞運站落車，步行7至8分鐘就可抵達。由澳門半島出發，亦有透過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前往。